寫周記2，勾過手指尾。各位同學，今日嚟咗位新同學，佢叫做芝麻糊。請各位多多指教。芝麻糊，我最憎人欺善怕惡噶，夠膽就黐喺我後邊。我哋走。唔該晒你啊！長 B， 你係我嘅好朋友，你唔會告發我噶？但係我唔會再有下次噶啦，我只不過係唔記得咗今日要測驗，所以冇溫書，先至出貓噶咋。好啦，我應承你唔會同其他人講今日嘅事，同你勾手指尾啊！長 B， 你真係夠義氣啊！呢啲唔係夠義氣嘅表現啊！Miss Chow，好彩 Miss Chow 啱啱經過聽到佢哋講嘅嘢，如果唔係青 B 同埋芝麻糊，就可能永遠歪曲咗義氣同埋是非對錯嘅真正意義噶啦。其實朋友相處最緊要係要坦誠，犯咗錯應該互相勸勉改過，幫佢隱瞞反而會令佢一錯再錯噶。你哋有冇試過當朋友做錯事，以為為咗義氣幫佢哋隱瞞事實，又或者一齊犯錯呢？講出嚟聽下。